歡迎收聽線上兒童廣播節目《懶瞓豬講故事》。依家成為我哋喺 Spotify、Apple Podcast 或者 YouTube 嘅月費訂閱會員，就會聽到額外開放俾會員嘅故事啦。今日要講嘅故仔係我可不可以答應？作者阿粒。米米同小寶係好朋友，米米成日都會同小寶約埋一齊玩，一齊返學。米米，小寶想約你聽朝一齊返學啊。原本喺客廳睇緊影片嘅米米，冇諗過做唔做到，就立即答應。好啊，好啊。不過今晚要早啲瞓覺，聽日先可以早起身同小寶一齊返學㗎。你可唔可以答應我，只係睇多10分鐘啊？得啊，得啊。10分鐘之後，米米睇緊影片最精彩嘅部分，停唔到落嚟啊！睇咗好耐好耐，直至媽媽沖埋涼，仲見到米米喺度睇緊片。米米，你唔係應承咗只係睇多10分鐘，今晚早啲瞓咩？米米呢個時候先記起，原來自己仲未沖涼啊！但天色已經好黑好夜啦。哎呀，原來已經咁夜，我仲未沖涼啊！而且佢仲開始有啲眼瞓。你快啲沖涼瞓覺。米米仲未到嘅，佢應承咗今朝同我一齊返學㗎。哎呀，再唔上車就遲到㗎啦，我等唔等佢好呢？最後，小寶冇等到米米，自己搭咗校車返學。而米米呢？好眼瞓啊，再瞓一陣先起身啦。當米米個鬧鐘再響一次，媽媽叫佢起身返學，仲發脾氣，大吵大鬧，唔返學添。所以佢今日返學，當然就係遲大到啦，而且仲要同小寶道歉添啊！小朋友，如果想聽埋落去，就加入成為懶瞓豬講故事嘅月費會員計劃，你哋將會額外聽到只開放俾 Podcast 會員嘅兒童故事，故事涵蓋各種主題㗎。記得得閒就聽懶瞓豬講故事啦！